歡迎嚟到 Sixers Station，我係台長。由96年呢76人 draft 咗 Allen Iverson 開始支持 Sixers。上次 Sixers Station 開台第一炮，我哋講咗 Sixers 喺 Trust the Process 時期嘅第一件七不思議事件——興奇的實驗。本來第二條片係要講第二件七不思議事件——興奇的13頁辭職信嘅，但後嚟我覺得好似太 niche， 可能淨係得我哋呢啲 sickos 先有興趣。所以今次我哋會講花生指數爆晒燈嘅第三件七不思議事件 Burnergate 門事件。呢單嘢係名副其實嘅不可思議，佢係運動界罕有嘅追蹤調查，佢係 NBA 歷史上最離奇嘅醜聞之一。佢荒謬嘅程度會令你覺得喺現實世界都未必會發生嘅，但係偏偏就發生咗喺 Sixers 身上啊！你話 Sixers 唔係 curse 嘅，我都唔信啊！從局外人嚟睇呢，肯定可以食到一地花生殼。信我啦，呢件事真係唔可以錯過。OK， 等我哋先跳去結局，因為聽講話最精彩故事通常都係由一場災難揭開序幕嘅噃。2018年6月 ，Sixers 嘅籃球營運總裁 Bryan Colangelo 因為 Twitter burner account 事件辭職。呢啲 burner account 爆料球隊機密，侮辱 Sixers 球員，仲會幫 Bryan Colangelo 出頭。成件事被人戲稱為 Burnergate 門事件。事後 Bryan Colangelo 本人變咗一個 meme。NBA 事業徹底終結，玩 Twitter 分身玩到職業生涯玩完，仲要成為 NBA 笑柄，夠晒七不思議啦啩！等我哋從頭講下 Burnergate 嘅來龍去脈啦。首先，乜嘢係 burner account？Burner 可以指犯罪分子用完即棄嗰啲電話，引申出嚟 burner account 就係用嚟匿名發表言論嘅 social media account， 廣東話叫分身 account， 日文呢就叫 Uru Aka。有啲球員會用嚟睇八卦。但有啲人呢，就用嚟喺網上為自己辯護，甚至鬧人。最緊要係唔想俾人知自己係邊個。2017年 KD 呢俾人發現用 burner account 同球迷鬥嘴，扮第三者幫自己辯護。但嗰次只係 Twitter 八卦，呢次呢係完全唔同級數啊。2018年5月29日東岸時間晚上9點08分，媒體 The Ringer 發布咗一篇追蹤調查報導 The Curious Case of Bryan Colangelo and a Secret Twitter Account。記者 Ben Dietrich 收到匿名線報，佢哋靠 AI 同埋數據分析，發現咗 Bryan Colangelo 嘅5個分身 Twitter account， 因為佢個名太長，而有估尺叫 Bryan Colangelo 做 BC 啊 ，Fila 1、2、3、4、5、6、7 Derek Jr。我有支 Jar 嘅膝頭哥有事，仲攞嚟當籌碼，有冇咁嘅隊友啊？乞人憎，我係咪黐咗線？夜晚瞓唔着，成日擔心 Jar 過唔到體檢，俾人 send 翻轉頭啊 Honest Army。我係 Philly 球迷，但如果可以用Joel換 Porzingis啊，我即刻換，諗都唔使諗啊！咁聰明嘅球員去邊度揾啊 ？Enough unknown sources。Joel 啊，令我越嚟越中意 Simmons 啊！ Joel 嘅 ego 好有問題，隊波遲咗都會變做 band 嘅，佢而家就開始發癲啦。Joel 又肥又懶，我對佢已經失晒信心啦。Still behind。band 比 Joel 更勁，起碼唔會成日俾啲 model 同埋 social media 影響嘛。我唔會投Joel一票，但如果有得投嘅話，我一定次次都投俾 band。Joel 真係一個自私嘅大 BB 啊！除咗 Philly 2、3、4、5、6、7從來冇 tweet 過，其他4個 account 都唔多唔少都有 tweet 過同 Sixers 有關嘅大小事。於是我聯絡 Sixers，仲主動提供咗 Philly 2、3、4、5、6、7同埋 Derek Jr 兩個 account。我冇透露我收到仲有另外3個 account 嘅。結果喺同一日下晝，其餘3個 account Honest Army Enough unknown sources Still behind。check it 冇轉晒 private， 仲開始 unfollow 啲同 BC 有關嘅 Twitter account 添。然後 Sixers 喺同一日回應我 Philly 1、2、3、4、5、6、7咧就係屬於 BC 嘅，用嚟 monitor 下個 industry 同埋收風嘅啫。但係 BC 上咧話佢對 Derek Jr 呢個 account 咧完全唔知情喎。無論 Sixers 嘅回應係點樣，結論就係呢幾個 account 同 BC 係脫離唔到關係。Ben Dietrich 篇報道仲有好多關於呢幾個 account 嘅分析，嚟佐證咗佢哋同 BC 千絲萬縷嘅關係。例如 Eric Jr 都有 follow BC 個仔喺芝加哥大學打籃球嘅幾個隊友嘅 account， 嗰5個 account 同時有 follow 曾經代表 BC 嘅一個 agent 等等。總結一下，假如嗰幾個分身 account 真係屬於 BC 就犯咗以下幾宗罪：公開批評佢嘅球員，包括 Joel Embiid、Jahlil Okafor 同埋 Nerlens Noel， 公開討論自己教練團隊嘅決定。批評前 Sixers 總經理 Sam Hinkie 同多倫多速龍總裁 Masai Ujiri， 提早泄露2017年 Sixers trade 咗 No.1 pick 翻嚟。
透露 Okafor 嘅非公開醫療資料，仲向媒體八卦 Embiid 同埋 Markelle Fultz 嘅私事。2018年5月29日東岸時間晚上10點45分，到 Embiid 發功啦噃，佢開始 like 啲分身 account 嘅 tweets， 同埋加入 troll 埋一份。雖然玩得好開心，但佢喺 official 聲明都加一句：如果係真嘅，就真係好衰。同一時間 Sixers 嘅 fans 都全部出動，一齊加入調查。2018年5月29日東岸時間晚上11點53分，當時仲讀緊中學嘅 Sixers Adam 諗出用 password recovery 揾出其中3個分身 account 嘅 password recovery 電話號碼都係91字尾嘅，仲有1個 account 嘅 password recovery email 係 BC 自己嘅。越嚟越多證據支持啲分身 account 同 BC 有關聯。2018年5月30日東岸時間上午8點49分 ，Sixers 發表公開聲明，話 Sixers 會展開調查。東岸時間下午5點04分 ，Sixers 網民終於將 BC 嘅老婆 Barbara Bertini 同啲分身 account 聯繫起嚟。首先 ，BC 有 alibi， 佢同 Eric Jr. 可能唔係同一個人。Sixers 網民又發現 Eric Jr. 有 follow 幾間 Barbara Bertini 有做 school board 嘅多倫多同芝加哥學校嘅 Twitter account。仲有 Barbara Bertini 嚟自意大利嘅 background， 都同啲分身為 BC 嘅衣着辯護扯上關係，但都唔夠呢個最決定性嘅證據勁。東岸時間晚上8點23分 ，Sixers 網民揾到 Barbara Bertini 嘅 email 同電話號碼都係91字尾。東岸時間晚上10點17分 ，Sixers 網民揾到除咗 Twitter 之外，喺 Discuss.com 上面都有一個分身。佢喺 Discuss.com 上面發表嘅嘢，仲詳細過喺 Twitter 上面嘅發表，認真大鑊。到呢一刻 ，BC 走唔甩都好明顯啦。成個美國都好震驚，要笑埋一份。LeBron James 都有份參一腳。Not aware. I'm not on social media right now, so I wasn't aware of that. It was his account though, right? 跟住大致上都塵埃落定啦。2018年6月4日東岸時間下午1點35分 ，Sixers 公佈請咗 Paul and Wise 律師行嚟查呢件事件。2018年6月7日東岸時間上午11點52分 ，Woj 報導 Sixers 同 Brian Colangelo 已經達成共識分手。東岸時間上午11點59分 ，Paul and Wise 律師行嘅調查結果流出，確認咗 Barbara Bertini 嘅責任。Barbara Bertini 自己承認咗啲分身係佢嘅，亦提到 Barbara Bertini 曾經 factory reset 自己部電話，影響調查。另一方面，份報告指出有確鑿證據顯示 BC 係啲 tweet 嘅球隊機密同非公開資訊嘅消息來源，認為 BC 處理呢啲敏感非公開資訊時態度草率，甚至有時候極度魯莽，冇妥善保護資料。東岸時間下午12點48分 ，BC 發表聲明。我對太太嘅行為完全唔知情，亦冇參與其中。我強烈否認任何話我有魯莽行為嘅指控。仲有踩多兩腳。我老婆只係想幫我講好説話同支持我，但係咁係一啲好唔啱嘅行為。呢啲完全係我老婆自己嘅決定，冇問過我，亦冇得過我同意。過咗6年，到今日呢單醜聞都未被人忘記。Embiid 仲經常攞 Bernagate 出嚟開玩笑。當然我哋球迷都仲會繼續講呢件事啦，因為事情仲有好多不解之謎。究竟匿名報料人 Enough Sixers 係邊個？佢嘅情報喺邊度嚟？你唔會相信係 AI 啩？如果6年前嘅 AI 有咁叻，咁應該唔止得一單咁嘅新聞。Brian Colangelo 真係唔知情？咁點解 Ben Dietrich 一問佢啲 account 就轉晒 private？Anyway。Bernagate 嘅來龍去脈就講到呢度。一個被老豆關照嘅 executive 因為 Twitter 偵探被拉落馬，一個老婆無意間搞掂咗佢老公嘅事業。Bernagate 唔單止搞笑，仲係 Sixers 亂七八糟嘅寫照。你覺得 Bernagate 喺你嘅 NBA 災難名單排名第幾？歡迎喺 comment 度留低講下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呢次深入嘅分析，記得 click like、subscribe 同埋着埋啲 notification 啦。呢度係 Sixers Station，下次再見，拜拜。